暖暖十门课，咱来故事看万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暖暖十门课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绘本故事。捌互风台伤害过的人，可能未感觉风台有啥物可怕，甚至阁会期待三不五时有风台来，会当放假去踅街看电影。只不过，看天食饭的做餐人，若听到风台要来，就掣咧等，烦恼残忍的五谷会互风雨拍算去，灭口无目屎。看到士大人对天灾的敬畏甲无奈，囡仔人嘛只好甲头藏伫咧棉照被内底，祈祷风台紧走，毋通甲厝顶吹歹去。暴风雨的夜晚，刺竹疯狂鞭打在玻璃窗上。我听见远方的浊水溪浪声隆隆，奶奶的房间像一艘小船，我们会漂流到哪里？暴雨会将我们带到世界的尽头吗？在那里，哭喊也不会有人听见。大风雨的暗暝，刺竹仔咧撕玻璃窗，我听到远远落水溪的影隆隆叫。阿嬷的房间亲像一只船仔，毋知要甲阮载去倒位。大风大雨，敢会甲阮带去天涯海角？伫遐安怎好，嘛无人听会着。各位同学，气象预报讲风台经登陆啊，下课以后爱赶紧转去，唔通踮咧路林佚佗哦。下课。谢谢老师再见。中昼下课时间一到，学校门口卫士边仔拍开水门，一阵学生囡仔游出来，一来到学校附近的每一条街。吵闹的队伍内面，有脱队走去柑仔店买四四碗，有停伫路边买鸡卵饼的，也佫有伫咧路林无张田挨着咧冤家，无人插老师一再欢呼的话，因为天遐尔啊清，要哪有可能有风台呢？阿兄，你要去倒位？老师讲会紧转去呢。我要搁我是啊，我要食乌冰啊。文彬落地啊，迄张5块银的纸票已经严甲要烂去。伊对第一节课就开始咧想，中昼下课要食啥。你哪会有钱？一定是阿嬷予你的，我哪会无？你要1块1球，还是要转回零机？转回零机。好，安尼甲试落去。耶，2球大球诶！哦，啊你啊厉害！文彬甲雅玲两兄妹仔哪甘学兵哪行，拄则规条街学生囡仔已经走甲差不多啊。文彬学兵食煞，又阁想要去吐棒糖，
毋插哑铃伫后壁叫。好啊啦，咱紧来转啦。天顶拢无云，要哪会有风台？我毋知啦，咱紧来转嘛。哑铃心内足急，就要哭出来啊！学校已经放学足久啊，街仔路拢无啥囡仔，搁再讲苏阳文嘛开始演啊，伊想要看伊的苦海女神龙。紧啦，人要看布袋戏。对吼，你哪会无爱较早讲呢？紧，我的庄稼人都要出来啊！等我啦，等我啦！今年第20号的风台，往台湾愈来愈近。目前伫个高南片东南东边的海面上，扫落来会一路往西边来行。气象局正厅新明道顶有一台收音机，声音全真棒。对房间行出来哑铃挡袂牢，甲耳仔暗咧。阿祖啊，这边啊！阿嬷换着推，头单单咧看厝尾顶的人。大厅内摊一大堆大大细细旧阿鲁米棒，文彬甲妈妈甲墙仔边红砖仔角一块一块搬来德推下面。阿爸，你较细腻诶，放心啦。哑铃的爸爸甲阿公对倒手边的护铃爬起伫厝顶，因要趁风台来进前，甲破去的厝遐用阿鲁米棒砍咧，顶面缀砖仔角。砖仔角加缀几个啊？好啦，前几日啊，只不过落一个大雨，就落雨。即马风台要过来，要哪会袂烦恼？阿母，阿祖会甲厝顶盖好势，你免烦恼啦。较晚，我甲灶骹迄几口鼎下伫房间外面的柜仔顶。万一若阁落雨，你才摕来神。老虎。哑铃想着困中昼的时，常常互玲珑桥的雷公声惊精神。妈妈讲是过昼的西北雨，一时啊就停啊。毋过，迄天雨一直到因食暗顿的时才开始落，而且又阁凶又阁急，大鼎内水一时啊就积来到骹盘。好佳在念伊就退啊。只不过房间内面的榻榻米澹一大片，臭扑味真重。阿嬷，我嘛要去哩。你去你要创啥？万一摔落来要安怎？阿嬷，搁吵？等下恁老爸拿落来，你就知。文彬，你甲哑铃去甲家条砍咧，用砖仔角缀好哦。好啦。万伯啊，对隔壁行过来，阿公甲阿爸嘛对厝顶落来，三个人徛伫鼎口咧看天顶，天色红甲足奇怪，东边有一片乌扫扫的云渐渐摊开。老万兄，窗仔门有关好势吼？有啦，早起阿祖啊嘛有甲我的厝顶看好势。阮后生哦，本来讲要赶转来，我叫伊卖啦。安那恁两个留伫厝，免讲，伊嘛袂放心。哎哟，都一年无风台，因转来吼，颠倒互我烦恼啊。咦啊，啊落大雨，塞车危险。啊，就是啊。啊，有辣条无？我叫阮新妇摕过去互你。毋免啦。下昼一个变天，阮牵手就去柑仔店买2条新的啊，拖底还佫有几条剩半截的。对啦，啊若听到奇怪的声音，就要赶紧精神。啊，啥物是奇怪的声音？厝若要倒，会有声音。咱厝伫北侧水灾，正面雨铃要倒去的时，我就有听到轰隆隆的声音。吼，我想起来啊。咱迄时吼，拢爬去你厝顶，水淹啊足紧的呢。是啊，我这世人拄过上大的风台，就是北侧水灾迄摆啊。啊，若毋是你叫阿祖来甲我讲哦，我还毋知影水来甲遮尔凶哦。好佳在啊，咱遮的地势
流仔有较悬。悬嘛是共款音啊。三个人拢步入去当年迄张可怕的记忆当中。迄时，阿祖还阁是一个10外岁仔的少年家。好佳哉，这几年吼，拢无遐尼可怕的风台。阿爸，咱还是较细腻咧，即马已经转中度风台啊。阮囝就敲电话来讲，风台已经转中度啊，叫我爱较注意的。阿万兄，嘿，你敢要甲嫂啊来阮遮过一暝，陪做伙较有伴？免啦，我会细腻啦。阮牵手卤一鼎肉燥，搁煮一鼎番薯签糜，挺好食到明仔载。万一若停电，嘛有通好食，恁免替阮烦恼啦。好啦，较细腻咧。放心啦。风真头咧。阿爸，我过来巡一遍。阿祖甲家己的三合院甲万爸厝拢巡一下。当入来到厝，大雨就开始落。土豆，你伫倒位？土豆是文斌因兜迄只细只土狗仔的名。平常时食饭时间伊走上紧，即马煞无看到狗仔影。你免管伊啦，等下伊家己就会出现啊，乖乖食你的饭啦。我敢若有看到土豆走入去房间，走入去房间，我来找伊。你甲我坐好哦。阿斌乖，等你食饱才去找。土豆无当，一定是你咧眠床骹。真正毋捌看过遐尼啊无胆的狗啊！毋过我顶界拄着蛇，是土豆替我赶走的。伊是戆胆，毋知惊。伊即马枵细只，等伊较大只，胆就会变大。土豆是文斌伫放学的路人捡到的。一名学生囡仔围伫电话条下骹，一骹破鼓鼓的纸箱仔内面，底骨落只打出事，目睭咬白8斤的狗仔囝。洗做较水的，拢互人先掠走，敢若剩强要断开的土豆，互文斌抱转来。迄早我细汉的时吼，嘛足无胆的，迄上惊风台天，足惊厝哦，迄个风吹去。阿公敢若咧讲3只小猪呢？什么山猪小猪？以早吼，这是土角厝，厝顶是用竹啊甲木仔插嵌的。风台若来吼，厝顶一定规个会掀开哦。风台会甲厝顶掀开，真正做成3只小猪。3只小猪，迄是啥？就是大野狼为着要食3只小猪，就呼出个盆，把3只小猪的草鼠啊吹走去。风台哦，是比大野狼还佫较可怕，毋是干那喷一喙风，迄是一直喷，喷甲规间厝拢若像在摇咧哦。足恐怖诶！安尼咱兜的厝顶敢会去互风台掀开？免惊，咱兜的厝遐真重，飞袂走啦。那安尼为什么着搁爱用红砖仔地咧？厝遐年久月深，加减拢会算着。啊若落大雨吼，雨水就会渗入来。今仔日敢会落大雨？有可能哦。你有看到今仔日天顶红记记无？较早吼，阮阿祖讲吼，迄风台天的时候，天顶若是有红光甲青光，就是伫要落大雨啊。天愈红吼，风台就愈恐怖。恁两个嘛会记哩，知无？知。
做惊的。毋免惊，阿公阿嬷拢伫遮，土豆嘛伫遮呢。土豆上无胆，伊搁爱我保护咧。阿嬷毋是讲等土豆大只，狗胆嘛变大，以后就换伊保护咱。好啊，紧困，困一醒，风开就走啊。等我精神，风开就会无去啊。嘿啦，紧困紧困。好啦。阿嬷，阿嬷，房间在落雨啊！阿莲乖，紧困。阿嬷，我遮在落雨啊！阿嬷，阿嬷，但是安怎？哎哟，啊榻榻米哪会澹澹？啊，系啊，搁咧流雨啊！阿嬷赶紧落眠床，将雅玲妈妈放伫外面柜仔顶的顶，摕来生雨水。外口雷公四呐，房间熊熊一个变光。阿嬷发现，毋但雅玲困的所在咧滴雨，衫橱边仔嘛咧流雨。啊，这爸仔囝两个，啊是咧起心酸的哦，一再交代嘛是滴雨。阿公困甲真入眠，无听到阿嬷咧细细念。阿兄嘛困甲哪低，毋知影雅玲入来甲伊相客。雅玲听到风咻咻叫的声，听到阿公咧讲的声，佮听到阿兄咧喊面的声，听咧听咧，听甲困去。梦到大野狼一直咧甲因吠，结果伊甲阿兄还佫有土豆，煞变做三只猪仔。大野狼大力甲因的厝分甲厝顶拢掀开啊，壁嘛吹走去。阿兄，土豆，咱紧来走，紧来走！雅玲啊，雅玲，紧起来！雅玲目睭闭金。看到妈妈徛伫眠床边，额头咧甲看。妈，有大野狼！什么大野狼？紧起来啦！大鼎花巴狸鸟，紧出来斗拼！风太嘞！风太走啊！风太走啊！对啦，走啊啦！紧来斗拼哈！好啦。妈妈讲煞就行出去。房间榻榻米顶面有一颗大鼎，一颗细鼎，已经浸袂少雨水。真正困一醒，风台就走啊呢。雅玲啊，紧来啊！好，来啊啦！雅玲对眠床顶跳落来，望一个壁，佮看一个厝顶。厝顶还伫咧，壁嘛好好。迄只大野狼已经无去啊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《风台雨》是由吴静峰原作，吴静峰罗家师编剧，夏玉华台语校正。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正，台语版叶怡欣。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：雅玲、阮彩妍演出，文彬、苏胜富演出，阿公林瑞君演出，爸爸纪品志演出，妈妈王雅玲演出。阿嬷吴淑珍演出，万伯还佫有卖乌饼的头家张志宏演出，老师杨派玲演出。
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课。咱今年制作的主题是马哈故事绘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这本绘本内面有50几张画了足水又阁足可爱的图，嘛有文字来描写作者伫囡仔时代带伫庄卡的故事甲心情。空中好朋友，若有想要得到这本绘本，请你赶紧就咱专门课电台的网站，只要帮咱写一份收听节目的文件，就会当参加绘本的抽奖。咱每一届会抽出8个至10个幸运的好朋友来赠送这本绘本。也人后一届抽奖的时间是伫明年1月31号，请大家把握机会，就咱专门课电台的网站来写文件抽绘本。电台网络的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。若是记袂起来，嘛会当 Google 搜寻专门课电台，同款会当找到咱的网站。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你看咧，真凉爽，水牛食草顺残花。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。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食白烟闪闪，无像山歌红的线，金石脚月娘出遐顶。